好，先放进去。我想要怎么跟你讲？方局的全联会就在隔壁的旁边安排的有一个联合服务柜台。万一有发生任何的一个阳性，那可能要进行相关的疫调。所以在这样接触的越少，那当然被匡列的可能性就越低。那有阳性的个案，那当然就立刻从后面的一个通道，那由救护车就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可以处理的很明确。好，现在疫调医师最主要是要判断相关的症状跟接触的一个情形。好，如果有阳性的个案，那他们非常有经验。好，所以我们请有经验的防疫医师驻守在现场，那处理任何可能的一个状况，然后做出因应最好的因应作为。想问一下，下一波有可能会是关岛吗？关岛，听说关岛有来函说要合作，那下一波旅游泡泡也是关岛吗？可能交通部都有在相关的一些例行性的洽谈，那我们这边还有一点距离啦。我们还没有送件，但是双边的接触交换意见都持续在进行中。那也确实关岛方面也是很积极，我们有派驻人员，但是现在就是双方面开始在这个就是讨论，还没有到送件的阶段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